今年嘅末代會考生都趕搭毅進尾班車，希望即使會考成績唔理想，都可以完成埋毅進課程，取得等同會考5科合格嘅學歷。教育局文件就顯示，新學年報讀毅進嘅學員會激增近40%。實習記者李靜瑜報導。職業訓練局係本港其中一間提供毅進課程嘅院校。學校預計報讀嘅人數會由今個學年嘅1100人激增至下個學年嘅1500人，增幅超過36%。最後一屆嘅中學會考咧，咁同學咧都會用唔同嘅途徑咧，用翻而家佢熟悉嗰個教育制度咧，譬如毅進啦，攞翻一個5科嘅中學會考合格啦，就繼續升學。我哋都會按住個比例咧，我哋今年喺整個課程編排咧都預多咗學額。咁我哋大學咧個增幅係30%至50%嘅學額嘅。由本港9間開辦毅進課程院校組成嘅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表示，各個院校會預留多50%嘅學額，俾趕搭毅進尾班車嘅同學。教育局亦都預計，下個學年將會有21000人報讀毅進，比今個學年大幅增加近40%。毅進課程嘅需求大增，教育局就擔心，目前有關毅進計劃近2億5千萬元嘅儲備，唔足以應付未來2年提供俾籌辦課程院校嘅資源，會向立法會財委會增撥2億8千萬元。教育局亦都表示，各個院校會因應學額嘅需求，增聘導師同埋增加設施，確保教學質素。亞洲電視記者李靜瑜報道。